来看这里，台中市五环的火车头有一个查甫人哦，伊无要放验票，佮甲政务人员杀落去柜台，警方已经甲依照设定未遂罪移送法办咯。代替一半钟来哦，发生7件旅客受到攻击，旅客去攻击员工的事件。有立委就呼吁讲，代替应该赶紧互员工来配闭路器来做记录。也毋过交通部长是表示讲，这爱代替员工有共识，才会来推动。查甫人雄雄出手，甲站务员规个人杀落去轨道内，对向一列车拄好经过，互人惊一跳。10月拄着3个连假，代替是全力疏运，毋过员工的工课场所有安全的问题，若被立委指出讲，代替这半年来发生7件攻击事件，安全出问题。如果说对于这些暴力的话，他提出告诉，我们全力支持，而且在法律的这个资源上啊，我们全力来支持他们。我还是希望我们郑董事长，保全一定要加强一下。洪明凯提案修正铁路法，针对旅客暴力攻击运输业员工，加重处罚，嘛公布检讨民航法甲大众捷运法。交通部表示支持，不过洪明凯讲，代替一直无配发闭路器。地属最近5关站攻击事件，无法度看到完整的现场状况。希望员工能够有配发、公发的密录器，以及增加见警率等等的部分。到现在进度怎么样？同仁不支持的比较多，不支持，必须要同仁们大家愿意接受、愿意同意，那我们就会来配发这个东西。713年交通事故死亡2950人，比前一年减73人，降2.4%，是最近5年来上低。过路人死亡366人，是最近17年来上低。不过立委质疑，虽然死亡的人减少，不过受伤的人却增加。今年1至6月的交通事故相关的统计，事故的件数增加2.6%，受伤人数增加2.3%，高龄者事故受伤的人数增加7.4%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强调讲，除了推进道安3线守护过路人的安全，考照的制度卖变严，增加鉴别度，继续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